后来共款伫法院维权委员会执行动物用药残留标准等相关行政命令的时阵，在野党轮流就任来炮轰着卫福部长陈时中。立委陈椒华要求进口的美国猪都要一一来标示去互拒绝，伊来痛骂陈时中叫伊着点气。立委费鸿泰即阵到最后气甲转倒，痛骂陈时中可怜呐，敢若要紧家己的官位。 有实问你是在虚答，没有尊重大家的意思，那叫尊重吗？就是卫福部长陈时中立委费鸿泰气甲转倒啊！你只在乎你的官位，已经是在委员会里。 会议气量真大，为了立法院维权委员会联席审查来去督办美国猪肉进口的行政命令，然后立委透早就集合甲级别动员郭建明一直来协商。妨碍我的发言，你知道吗？那我下来啊！按你一直讲话，我都看不到陈部长，我喜欢看他脸啊，我不喜欢看你的脸啊。 罗斯报告这期 WHO 来去督办对人体影响实验样本伤少，但是中强调讲陆续拢有证据证明讲真安全。时力的立委陈椒华要求进口美国猪肉时，要当作标示敢有300种麻痹拒绝。我们要吃猪肉，我们要吃猪肉。适用的问题，部长不能去钉钉说莱克多巴胺。请你不要讲话好吗？可以，那就不要讲。退伍会主委也说，农民不吃，检政署署长也说，检察不吃。维持在安全容许量范围之下，那都是安全。那所以想要吃的人就可以吃。 讲是审查进口的行政命令，实际上是国党团的冤家兼收档。